这样又过了一天，要不是女儿逼我来，我才不想待在这里。爸，迟到了，快点好吗？爸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一大把年纪了，又腰酸背痛，在家里看电视不是更好吗？上海之美，没有多希望你在这里。你就好咯，可以去到那么多地方，我只能困在这里。我还以为是个简陋的地方，其实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房间又大又舒服。原来他在这里参与法会，看来很宁静，我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哇，他们这里还有鸟舍，你知道吗？鹦鹉其实跟3岁的小孩子一样聪明。这些人怎么这么闲空，还有时间来这里做义工？爸，你看，这里的蔬菜都很新鲜哦。是啊，城市里都找不到呀。更离谱的是，我还要自己下厨，而且都是素的。其实还不错啊，还是算了。文东这个小市镇其实还不错，也很有人情味。爸，你这样溜过去，你知道我会担心吗？哎呦，不用担心啦。哎，你们慢慢来呀。我先告辞了。女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妈咪最喜欢吃的。绕了一阵子，我们终于到了文东的温泉。静坐，我宁可泡脚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也要上床睡觉了。哪里像这里的年轻人，还很精神。希望你在这里，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哦，拜拜。漂亮的早晨，你还记得我们经常度过这样的早晨吗？好想念那个时候，可是因为工作忙，所以真希望你在这里。现在你已经离开了，我才懂得珍惜。爸，至少还有他，可以跟他相依为命。